各位，繼續同大家分享時間神學第5章心靈的季節，如何活在當下。舊約傳道書3章1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我哋會經歷唔同嘅季節，係因為地球係傾斜。儘管地球喺一個水平面上繞行太陽，但地球同黃道嘅面呈現23.5度嘅斜角。你可能還記得6年級嘅科學課程，從地球儀睇到呢個奇特嘅現象。而當地球圍住太陽運行，地軸傾斜，其實意味住地球喺軌道嘅一端遠離太陽。6個月後，地球喺軌道嘅另一端就朝向太陽。而宇宙幾何給咗我哋一個夏熱同埋冬寒、春暖同埋秋涼嘅感覺嘅氣候。而地球每年圍住太陽嘅角度，亦都會對我哋所處嘅半球帶來唔同嘅影響。當地球喺軌道嘅一端遠離太陽嘅時候，位於北半球嘅人會感受到冬天寒冷。遠離太陽亦都令到我哋白天變得短，但正係呢個時候，南半球嘅人就會體驗到靠近燃燒球狀嘅氣體嘅嗰種嘅赤熱同埋夏季嘅歡樂。而喺接近軌道嘅另一端嘅3個月裏邊，我哋亦都開始感受到秋天唔同嘅傾斜嘅光線。清晨嘅涼爽預示冬天即將來臨。我哋嘅身體能夠察覺出華氏50度嘅清晨喺3月同9月嘅差異。而因為我哋能夠敏銳咁感知即將來到嘅季節，而喺極地同埋赤道兩端極端裏邊，差異就更加明顯啦。季節往往只係成為2種，喺赤道上高傾角嘅影響極少。季節嘅區別比較唔係依照溫度，而係依照降雨量嚟區分，就係旱季同埋雨季。但係喺兩極呢，兩季節幾乎等於2種不可思議嘅漫長嘅日子啊！夏季太陽喺地平線上方停留將近6個月，冬季太陽就消失同樣嘅長嘅時間，6個月嘅日子實際上只係一片嘅黑暗啊！真正區分季節嘅唔係距離，而係陽光嘅多寡。定義夏天嘅不單單係一天嘅長度，仲有太陽能量喺地球表面嘅聚集程度。而冬天太陽懸喺天空較低位置，光線以斜角抵達，同樣嘅能量被分散咗啦，感覺唔到嗰種強烈。夏天太陽高掛天空，光線更直接咁射地面，因此攜帶嚟嘅能量能夠令到奇蹟發生，種子發芽成為百日菊，休眠嘅快莖迸發出大麗花，小小嘅番茄花最終亦都成為成熟嘅果實。一年四季，我哋溫和嘅氣候都有着相同嘅陽光照耀，但只有夏天嘅光芒先會帶嚟秋天嘅收穫。我哋從枯萎嘅秸稈中摘下玉米俾牛隻，喺寒涼嘅秋風裏邊將馬鈴薯從地裏挖出嚟，從即將凋零嘅花園同埋田野採來豐盛嘅收成。呢個事就帶嚟奇妙嘅諷刺，因為禮物其實喺結束嘅時候先至嚟到啊！讓餐食內容標記季節變化。知名嘅廚師愛麗絲華特斯喺帕克內創辦咗著名嘅餐廳帕尼斯之家。佢持守嘅信念就係我哋同孕育糧食嘅大地嘅關係應該好似我哋同食物嘅關係咁親密。我哋嘅飲食方式應該提醒我哋係依賴着地球並深受環境影響。帕尼斯之家在當時嘅前衛表達，成為咗我哋今天所知嘅從農場到餐桌嘅飲食方式。呢種方式不但專注於喺在地食材，透過永續嘅方法有機耕種，並將我哋盤中嘅餐視為食品嘅生產鏈嘅末端，藉此關注地球本身同依賴佢嘅後代嘅需求。而華特斯喺佢最新嘅萬食宣言，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知道你是誰。吃速食長大的一代，不知道的食物真相。呢一本書 We are what we eat 指明咗同飲食有關嘅核心原則，就係食客同大地之間親密關係嘅信條。佢將呢種關係同速食文化中往往未被明確闡述卻仍具影響力嘅原則進行對比啊！而後者已經有力咁且隱秘咁塑造咗我哋同食物全球嘅關係，從而塑造咗地球本身。而速食文化不僅係大啖從得來速食嘅窗口買嚟嘅漢堡，佢更係一種廣泛嘅力量，偏重便利啦、統一啦、普遍同速讀。
呢種力量同永續飲食原則，華特斯所稱嘅慢食文化形成一個對比。慢食文化關注嘅係生物多樣性、盡職嘅治理、簡樸同埋相互嘅聯繫等等。而慢食文化嘅一個關鍵原則就係季節性，呢個同速食文化強調嘅隨手可得形成一個對比。速食文化受自身嘅非時間性理想主義驅使，橫越咗時間嘅現實，透過使一切隨時隨地隨手可得，營造出一種無時嘅狀態。無時基督徒啊，想之前人成日講，我哋已經習慣咗喺每個季節都盡情享用夏季美食，即使呢個根本就唔係大自然嘅運作法則。呢種虛構嘅情節，讓我哋以為自己永遠活喺草莓季節當中。我哋嘅期望係被扭曲，對全球商品嘅感知遭到破壞。如果你成年都係食住從世界另一邊運嚟或者工業溫室中生產嘅二等嘅蔬果，咁樣當佢哋成為當季嘅產物，成熟又美味嘅時候，你將無法體會佢哋真正價值。等到嗰個時候，你已經厭倦啦。當我哋嘅感官因為容易攞得嘅製品而麻木嘅時候，我哋就將會失去品嚐、判斷同埋測驗嘅能力。呢個好有意思啊！影響咗人連食物嘅測驗能力都降下降。我哋可能認為放棄隨手可得會帶嚟損失，但華特斯指出，實際上我哋可以從中得利啊！放棄可輕易取得嘅，不必然會帶嚟限制。佢話相反，呢個係放棄平庸，係一種解脫。而當我哋嘅口味習慣於可以輕易取得嘅劣質代替品嘅時候，我哋就會對稀缺感到焦慮，反而會對味道唔係咁在意。用隨手可得換取季節收成，似乎就係一件可怕嘅事啦。但華特斯回憶起自己嘅頓悟，佢話事實上季節性就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嘅無形力量，但係我哋冇好好下定決心嚟理解佢嘅含義。直到某一個時，我哋不再受季節性限制，反而開始擁抱佢。而人哋會發現咩呢？就係認識唔同季節嘅教會，我哋要有耐心同埋察驗嘅能力，幫助我哋確認自己所處嘅時空，並知道點樣同大自然和諧共處。呢度有啲值得探討嘅屬靈比喻喺其中。華特斯喺結尾做咗個補充，佢嘅觀點亦都同樣適用於人生嘅季節。佢話喺睇嚟條件惡劣嘅氣候中，亦都有可能實踐季節性飲食。評論家經常指出，帕尼斯之家享有地中海氣候嘅好處。喺生長季節長而充足，喺加拿大亞伯達省嘅紅綠市或者挪威嘅特隆克姆市，實踐季節性飲食嘅前景又點樣呢？面對懷疑者，華特斯提醒佢哋一種古老嘅廚藝技術，就係食物保存啦。我哋對於季節性食物如此不習慣，以至於忘記咗人們係保存同烹飪食物嘅傳統方式。對於我哋捕捉季節性嘅各種方式感到驚奇，譬如用鹽嚟醃啲鱈魚啦，暗啲火腿啦，暗啲卷心菜啦，胡蘿蔔或者係白蘿蔔，以及罐裝嘅番茄。其實有時候保有季節性意味着依靠我哋所儲存嘅食物過活，呢個亦都意味着以未雨綢繆方式生活。我嘅一位聖經老師曾經以類似傳道書嘅智慧話俾我哋聽，佢話在黑暗中要記得你在光明中所學嘅。園子供應充足嘅時候，應當存糧，儲存糧食，好過渡到將來嘅冬季，因為親密嘅朋友，一場寒冬即將來到啊！以季節為計時單位啊，喺5月同6月裏邊，我嘅雙手沾滿泥土，還花咗好多時間思想成聖一事。過咗密西根州結霜期嘅危險，通常就母親節之後，我哋就回到大急流城嘅希爾克雷斯特社區嘅花園。呢個感覺就好似係從冬天破繭而出，耕種就係承諾要停留喺附近。只有關心同埋關注，先能夠激發呢啲被稱為種子嘅小球體，釋放佢哋嘅潛藏嘅非凡潛力。花園令到我哋安定落嚟，肩負起對呢塊土地嘅責任。相較之下，我更似一個園藝助手。迪安娜先係大師，即係佢太太，多虧佢嘅耐心嘅教導。過去10年，我嘅園藝技巧提升不少。例如過去幾年，我終於能夠分辨出作物同雜草。你能夠想像無法分辨呢兩者帶嚟有幾大災難。有時我喺積極抵禦入侵者嘅同時，就會將冒出地面嘅嫩芽連根拔起。其他情況下，我嘅無知會導致雜草叢生，扼殺咗我哋種下嘅植物。你能夠理解我點解一直喺度思想成聖嘅問題？除草特別能夠俾人聚焦。當我低頭專注喺整理
辣椒同埋茄子之間嘅空間嘅時候，我就會將手指深入泥土裏邊，思索開始漫遊到所學過嘅比喻。我開始思考自己嘅靈魂狀態。舉例而言呢，我會想同樣嘅條件，既使番茄生長，亦都會使雜草繁盛。只要有花園，就會有雜草。如果種下嘅種子係承諾要喺附近，咁樣盼望收成，就意味住從5月到9月，每天晚上都要出現喺呢度，喺傍晚嘅光線中除草，任由雙領嗰隻種鳥啦喺一旁吱喳咁跑嚟跑去。你最好習慣呢一樣嘢。今年我一直喺度思考雜草係咁頑強啊！而當我小心試着從玉米同或者胡蘿蔔嘅幼苗中拔出雜草，我將手指伸入泥濘當中，探索地表下方，力求達到根部。我經常就會越挖越深，而當我終於能夠拔出根部，可能已經深入半個前臂嘅長度啦。主啊，點解雜草係咁頑強嘅呢？而作物卻又係咁軟弱？點解唔受歡迎嘅雜草根部會如此深入地層，而我生長嘅蔬果卻如此脆弱？除草嘅工作難道冇休止嘅一天？當然，我就係指一個奧秘嚟講啦，就係花園好似一個人嘅心，園藝就改變咗我哋居於時間嘅方式，就如同有一日有個日曆，以其節奏不同嘅期望同義務掩蓋咗我哋生活中嘅其他日曆，學術嘅日曆啦、教會嘅日曆或者公曆。2月唔再係冬季嘅低潮或者密西根州最灰暗壓抑嘅時候，2月亦都係種子目錄記底嘅月份。迪安娜會開始為5月做計劃，2月成為咗令人期待嘅時刻。到咗3月同4月，我哋就會喺地下室嘅暖房中，利用加熱箭同埋溫暖嘅燈光嚟播種，為嘅就係替春天做準備。我哋喺呢個季節裏邊，夢想着新奇異國嘅種子能為我哋帶嚟驚奇。與此同時呢個亦都係束縛嘅開始。呢啲喺小小土塊中嘅脆弱生命，需要每日照料。接落嚟嘅6個星期，我哋邊度都唔能夠去。希爾克雷斯特社區花園位於密西根嘅北方氣候，我哋係位於第5同第6生長區之間。呢度大部分嘅種植活動都喺陣亡將士紀念日之後開始，而乾淨翻鬆嘅泥土等待着種子同作物，當中充滿可能性。種植嘅喜悅只有豐收嘅滿足先能夠媲美，兩者之間就係漫長而費力嘅耕種時期，我哋稱之為農業嘅日常時光。呢個亦都係除草灌水嘅季節。我哋對於雲同埋天氣報告特別敏感，並與野生嘅歐芹同埋豚草入侵者作戰。呢個時間似乎永無止境，所有嘅勞動都只係為咗好一段長時間之後嘅結果。而我哋已經做咗咁10年啦，又冇咩好驚訝。耕種花園就要付出勞力，為咗豐收而忍受一切。我嘅意思就係，園藝其實有佢季節內嘅微型季節，呢個令到我對季節性更加敏感。時間就係以時刻片段、歷史段落展開，生命本身亦都具有階段性，即便係規模僅僅係我嘅一生，冇任何宏偉之處。呢個表示我哋嘅生活唔係受滴答前進嘅時針支配，而係以不同嘅階段展開。雖然分鐘、日子同年份劃分同埋衡量咗地球繞行一顆黃矮星嘅宇宙時間，但係對於就好似我哋咁嘅時間性受造物嚟講，季節可能就係最自然嘅計時形式。我係喺邊一個時間？我在何時？呢個問題嘅答案唔係6點鐘或者2022年，而係更似係我係青春期、中年或者人生嘅第3章。同樣嘅道理喺群體同社群中亦都成立啊！無論係婚姻機構甚至係國家都係咁。我哋要問：我們在何時？問題唔在於如何計算年日，而係要知道如何察驗季節，明白應該有何期待。記住喺每個季節，我哋都要圍繞着聖子運行。呢個都幾有意思啊！今日對教會都可以問：我們在何時啊？我哋係一種咩嘅季節狀態呢？傳道書嘅傳道者幾乎全力咁關注人類有限生命，然而佢亦都認識到我哋時間嘅季節性。佢話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丟石頭有時，撿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存有時，拋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沉默有時，說話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戰爭有時，
和平有時。傳道書3章1至8節。好，今日分享第5章嘅頭第一 part 嚟到呢度先，聽日繼續同大家喺傳道書呢度繼續帶落去。